新闻头起先来看咱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，前2日完成畅水测试。所落来关键是伫咧这水底运作的声音，都要有够细声，才袂去互敌军发现。不过，有人提出讲，台湾海峡的深度平均是50至60公尺，海鲲号并无适合伫咧这款深度作战，是不如登去改良废量无人难。不过，专家是强调讲，这2只船会当互相辅助。澎湖大顶711舷号，清楚看会到各座圆形舰舰，海鲲舰连2日出海展航测试。负责乘坐的台船公司3早头一摆发布相片，强调顺利完成有设目标。那总统热情都发文表示达成海军造舰史重要的抗战。国安会秘书长高查世也伫社群平台发布空气相片，指出这是台湾威慑能力向前的重要一步。后一步以测试定数书，会执行各标定操作深度的舰船操纵、精缩装备、紧急功能甲战斗管理等6项。外界更加点出关键测试也集中水下噪音，敢会当比有色标准低。如果低于它设计的这个容许量的话，那表示敌方就很难，就透过被动声呐去听到它这个水下运作的声音。那第2个就是推进的这个车叶的噪音，也就是它的在水下前进的时候，那这个车叶推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扰动跟水流还有气泡，那这透过车叶的设计，包括它车叶的曲度还有叶片的这个数量都可以降低。那第3个就是它的主动声呐跟被动声呐，这未来在陆续的进行作战测试的时候，都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教。虽然台船无证实实际数据，因过传出海鲲舰已经成功冲到100公尺，只是若针对台海作战，台海平均深度50至60公尺，有人解脱地形上限制。不利接南作战，呼吁不如深耕现有的废量水下无人载区，会当延伸出暴雷飞雷，甚至本身作为自杀攻击武器。专家表示，无需要以个别装备就去否定另外一个研发。无人水下载具固然有它的用途，但是它不能够去取代潜舰所发挥的作用。比如无人水下载具，它可以走多远？如果我们有一艘类似海鲲号这样的潜舰的话，它只要一出海就是个天生的逆中武器，所以这个会代表解放军它必须要花费更多的人力、物力，甚至是它的舰队来找到我们的一个潜舰。林英又强调，中共明显想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，无排除为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造成威胁。舰南各族唔难形成有效的反介入区域机制的能力，也会当甲日本、美国舰队合作，建立水下协作的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